续来看南部的地区，包括嘉义县市、台南、高雄、甲屏东，早起煮第四季的状况无尽理想，甚至有袂少的诊所拢无人注文要来做。咱的记者实地到现场来了解。第一，还佫有真侪人唔知影讲会当开始来煮第四季咯。第二，嘛还佫有真侪人参第一季、第二季、第三季拢也未煮咧。啊，有的是甲第三季注册这个注射时间也未当5个月，所以今仔日下讲第四季预防针的注射率是真低。医院书哈。透早都真侪乡亲去诊所注预防针。来施打第三剂是非常好的。差不多拢是注第三剂，其实今日起第四剂嘛开始注啊。对，这可以开打了。到今天可以打了吗？应该知道。真侪乡亲知影讲，甲第三剂让5个月时间还未够，这袂使注像这个80岁的阿嬷。我可以打第四剂，所以我今天一早我就来了。全台湾为今日起开始注第四剂预防针，高雄市有435间合约诊所会使注文，验过注文的人真少。很多病人其实第三剂都还没有完成，所以没有打第三剂，当然就不能打第四剂了。1、2、3剂拢无注，当然袂使注第四剂，伫嘉义嘛是同款。有很多的长辈都没有打到第三剂，所以我们要呼吁长辈们赶快出来打第三剂。嘉义市阳明病院赶快无人注文，过来看屏东。你这个还没到5个月。哇！这个老先生赶快嘛是还未让超过5个月。今日伫南部地区符合资格会使注第四剂疫苗，高雄市有200多人，台南市107个人，嘉义市75个人，嘉义县23人，屏东县54个人。是讲若注第四剂，差不多拢会去南调。混打是 OK 的，将来如果想要打第四剂呢，这个混打也没问题。所以讲，医生提醒讲，即卖病毒真高位，即使讲疫情会遮严重，希望大家赶紧将第三剂预防针注好了后，会使注第四剂的人赶紧注文，来提升自我的保护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